哎，炮追漏了。果断的出手，非常的 nice， 果断，果断小子，真感觉真出兵权，粘住他，真粘住他，他妈出千遍，他妈打不到他，他跑得太快。我买了个护甲，我要买那个的，买错了，我要买这个。哎，我怎么又买了个护甲？哎呦，买错装备了！我操，多买了一个护甲。啊，这我要买这个燃烧宝石加一个这个的，多买了一个护甲，怎么浪费了300块啊？怎么少了10 CD 呀？我出护甲打它有什么用呀？希望不会成为伏笔。其实他对我也构不成什么威胁，他这个。枪尖如流沙，矫健如雄鹰。恶心他个炮车！
真的在打。这不是刚刷新吗？怎么可能在打？我在这里创造我的战役。我操！第二个蓝 buff 就让。可惜。我技能其实没空呀。我的塔皮尔，我的心在滴血，把这破布甲卖了。塔皮尔兵线，这兵线很亏啊，还行吧，1换1的话。我手里没风，这样强行起手伤害打的不是很满。我感觉他不会回呢，因为他的召唤师技能好。我会挡下他们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。每道伤疤都是教训。他不想回家，他想继续发育，那钱好像不太够。等个10秒钟，他不出来我就出线。那应该是回去了，我直接避吧，这波不贪。我还以为他舍不得走呢。绝对棒，多个位移。不错。可惜，感觉直接拉大招好了。冰泉真行啊，还是能粘住的。虽然不是很粘，但是还是能粘一粘的。那出那个千变，虽然肉很多，但是抓不到的。
出这个起码是有概率能抓到的。谁都可以拥有武器，但战士会为自己打骂。这个大，这大，这都骗不出来，家伙不好骗。活下来只不过是开始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主要他有个血池，正常英雄这个血量直接就斩杀了。他教过大招了吗？我以为他没教呢，教过了。轻视我的人，今天就会知道教训。他大过了吗？没有什么怪物。为什么要送？ Double kill. 每一步，一声怒吼。飞跃过去的一瞬间，掠食者都会变成猎物。下次就得打出冰拳，我操，很关键，出千变都干不住的。情节如流沙，矫健如雄鹰。注意，就不值得了。 Killing spree. Unstoppable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的这里。投降是弱者才会发出的声音。吃不了，叮！有些时候，想要保卫，就要战斗。 Dominating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敌人有任何问题，我就是唯一的回答。为什么爆发这么高？因为带的是余震，所以爆发就高。打脆皮，打这种远程就带这个余震，直接就动手。